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肉燥飯。今日我要介紹嘅電影係由古天樂同埋劉青雲主演，堪稱香港電影史上最大規模製作嘅電影《明日戰記》。喺近世紀，人類嘅科技文明急速發展，各個地區互相爭奪地球霸權。自從人類成功研發出軍事機械人，各地戰爭急劇上升。雖然戰爭已經喺2年前結束咗，但係多年嚟嘅戰爭同埋工業過度發展，早已令到疾病同埋饑荒籠罩住全世界，令到全球生態環境越嚟越差。空氣充斥住高濃度毒素，好多細路啱啱出世已經患上咗嚴重嘅疾病而導致死亡，其中包括男主角泰來個女。為咗恢復環境，隔住空氣入邊嘅毒素，世界各地政府開始興建可以淨化有毒空氣嘅天幕。但係喺天幕建造期間，一個巨型隕石墜落喺 B16 區，依塊隕石上邊竟然生長出一種巨型外星植物潘朵拉。潘朵拉只要一遇到水就會迅速生長，到處攻擊人類，從而導致嚴重嘅人命傷亡。但係最諷刺嘅係，潘朵拉居然可以吸收空氣入邊嘅毒素，然後釋放無害嘅氫氣，從而淨化空氣。根據氣象預測， B16 區將會有2場降雨，第一場降雨嘅雨量唔會超過10毫米，面積覆蓋只有2公里。但係第二場降雨將會超過150毫米，涉及 B16 區嘅所有人，即係560萬人口。落雨之後嘅潘朵拉會迅速生長同埋攻擊人類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好彩潘朵拉都有弱點。研究院院長陳倉松博士發現潘朵拉嘅細胞對一種非常罕見嘅 P7N9 型病毒有明顯嘅反應，病毒會令到潘朵拉啟動自我防禦機制，將自己嘅體溫降至-30度，進入休眠狀態。陳倉松博士成功研發出基因子彈，內含 P7N9 型病毒，只要有一枚基因子彈注入潘朵拉母體，就可以令到潘朵拉停止生長。到時候全球都可以利用潘朵拉淨化空氣，同時潘朵拉亦都唔會再襲擊人類，可以話一舉兩得。軍方總部打算喺第2場降雨之前，利用基因子彈去改造潘朵拉，破壞潘朵拉嘅攻擊力，從而拯救生態環境。但係如果任務失敗，軍方總部就會進行 B 計劃，即係派出轟炸機轟炸14公里嘅範圍，必須喺第2次降雨之前摧毀潘朵拉。同時預計有16萬人都會被炸死，呢個係迫不得已嘅做法，因為如果唔摧毀潘朵拉嘅話， B16 區入邊所有人，即係560萬人口都會死喺潘朵拉手上。喺呢次任務入邊，軍方總部指派咗上校譚兵擔任行動總指揮。譚兵委派咗空軍部隊嘅指揮官鄭松生同埋泰來帶領部隊執行任務，揾出潘朵拉嘅母體，進行基因改造計劃。任務分為4個階段：第一，空軍部隊同埋機械部隊要喺中央大廈候命；第二，喺第1次降雨嘅時候，喺潘朵拉身上空投顯影彈；第3，潘朵拉吸收顯影液之後，空戰部隊開始掃描追蹤顯影信號；第4，所有顯影信號嘅聚會點就係潘朵拉嘅母體位置。確認母體位置之後，喺第2次降雨之前，機械部隊將基因子彈注入母體。因為譚兵唔清楚潘朵拉吸收顯影液嘅速度，加上 B 計劃會導致大量嘅人命傷亡，所以令到鄭松生同埋泰來產生不滿，同譚兵有所衝突。空戰部隊正式向目的地出發，成功喺潘朵拉身上空投顯影彈。潘朵拉將顯影劑以氣體嘅形式排出，形成煙霧。空戰部隊按原本計劃追蹤顯影信號，但係途中多部戰機被潘朵拉擊落。泰來透過顯影聚會點，成功揾出潘朵拉母體嘅位置，就喺中央5街嘅地底之下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少將李星暗中陷害空戰部隊，原因就稍後揭露。暗地裏遙距發動咗機械人攻擊空戰部隊同埋干擾通訊電波，令到泰來嘅戰機同埋運送基因子彈嘅運輸機墜毀。泰來連同同行手下光仔同埋楊林雖然及時逃出戰機，但係基因子彈就下落不明，楊林仲受咗重傷。泰來同埋光仔將佢帶到附近荒廢咗嘅醫院進行急救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泰來班人受到潘朵拉嘅攻擊，最後楊林被咬死。譚兵見空戰部隊失聯，打算即刻實行 B 計劃，但係遭到鄭松生嘅強烈反對。譚兵命令鄭松生必須喺3個小時之內，即係喺第2次落大雨之前必須完成任務，否則佢就會即刻進行 B 計劃。鄭松生揾翻前隊友臭油作為裝甲車嘅駕駛員，駕駛裝甲車去接應泰來班人。臭油曾經因為怕死而擅自將裝甲車駛走，害死咗好多隊員，所以被泰來革職。因為咁樣，臭油同埋泰來不和。就喺泰來同埋光仔被潘朵拉攻擊到無路可走嘅時候，鄭松生同埋臭油及時嚟到咗醫院，聯合擊
退咗潘朵拉，並且救出咗孤兒盼盼。泰羅班人被救出之後，軍方總部接收咗佢哋傳送嘅母體資料。少將李星命令譚兵要馬上執行 B 計劃，但係被譚兵拒絕咗。譚兵認為任務有新進展，唔應該終止。原來李星從中作梗，一心想摧毀今次嘅任務，係存有私心。佢成名於建立天幕，天幕能隔絕大氣層嘅毒素。但係如果任務成功，到時候全球都可以利用潘朵拉淨化空氣，就唔再需要天幕。佢為咗保住自己建造多年嘅天幕而暗中扯後腿，希望令到任務失敗。翻去現實，泰羅班人正喺度去運送基因子彈嘅運輸機墜毀位置，希望盡快揾翻跌咗嘅基因子彈。但係喺出發之前，臭油一直因為被泰羅炒咗而心生不忿，所以佢同泰羅有啲爭執。到達咗墜機位置之後，泰羅命令驚死嘅臭油留喺車上面，泰羅亦都留喺車上面陪住盼盼，而鄭松生同埋光仔就進入墜機現場。盼盼有一個悲痛嘅經歷，早前佢嘅媽咪去醫院揾藥之後再冇返嚟啦。泰羅知道咗之後，覺得盼盼嘅身世好可憐，加上自己亦都失去過親生阿女，所以泰羅當盼盼為自己嘅親生阿女。鄭松生同埋光仔透過監測器發現基因子彈嘅位置，基因子彈懸掛喺一棟危樓入邊，距離地面50米。由於位置太高，加上裝甲上邊嘅噴射器突然損壞，令到鄭松生從高處墮下。好彩泰羅及時將佢救返。泰羅同埋鄭松生幾經波折，終於嚟到咗基因子彈嘅附近。就喺泰羅捉住咗基因子彈嘅嗰一刻，潘朵拉嚟到咗危樓。潘朵拉同埋泰羅班人嚟咗一場激烈嘅搏鬥，危樓跌落嚟嘅碎片差啲壓到光仔。好彩泰羅同埋鄭松生及時幫手救咗佢。臭油唔想俾泰羅睇低，之後都進入咗危樓，同泰羅班人一齊擊退潘朵拉。通訊員調查咗之後，發現早前空戰部隊失聯嘅原因係嚟自一個軍事電波嘅干擾。其後仲發現運送基因子彈嘅運輸機被機械人炸毀，係人為蓄意造成嘅。泰羅推測有人想阻止佢哋完成任務，所以指揮機械人炸毀運輸機。而可以控制到機械部隊嘅人只有2個。譚兵同埋李星。泰羅班人喺機械人殘骸揾到李星發指令嘅數據，於是私底下質問李星。李星見事發就暫停咗空戰部隊嘅信號接收，令到空戰部隊再次同軍方總部失聯，以隱瞞自己嘅罪行，同時派出重型裝甲機械人去追殺泰羅班人。被蒙在鼓裏嘅譚兵命令，如果喺30分鐘內再聯絡唔到空戰部隊嘅話，就啟動 B 計劃。正當泰羅班人向潘朵拉嘅母體寄居地中央5街進發，機械人緊隨其後，佢哋喺公路上面激戰，槍林彈雨。機械人更摧毀咗公路嘅架空橋，及時越過架空橋嘅裝甲車被機械人拉扯，裝甲車就快跌落海之際，鄭松生跳上機械人頂部將佢摧毀，但係亦都隨之墮橋。剩低嘅人趕到中央5街，期間佢哋不斷受到機械人嘅攻擊。泰羅拆咗信號干擾器，恢復咗空戰部隊嘅信號。再次收到信號嘅譚兵及時暫緩咗 B 計劃。譚兵經過通訊員匯報，得知李星喺背後破壞行動，即刻命令李星取消所有機械人嘅指令。但係李星冇聽佢講，佢自認為佢嘅計劃已經邁向成功，因為距離落雨嘅時間只有10分鐘。佢覺得泰羅班人根本冇時間喺潘朵拉母體身上注射基因子彈。泰羅嘅裝甲電力不足，頭盔破裂。雖然咁樣，泰羅亦都拼命同機械人搏鬥，身受重傷。鼠油炸毀咗其中一隻機械人，但係雨水隨之到臨。潘朵拉亦都開始生長，襲擊人類，人類開始逃亡。正當最絕望之際，大家以為已經墮樓身亡嘅鄭松生再次出現。鄭松生攞住基因子彈之後，進入地底嘅母體寄居地，成功喺母體注入基因子彈，令到潘朵拉停止生長同埋失去攻擊性，及時阻止咗一場人類浩劫。李星知道事敗之後，喺譚兵以軍事罪名拘捕佢之前就吞槍自盡。事件經過1個禮拜之後，空氣質素已經大大改善，地球獲得一次重生嘅機會。泰羅同埋臭友亦都冰釋前嫌，做返好朋友。電影就此結束。